我哋今日咧一齊去睇詩篇，係因為咧今年嘅主題我哋一齊去操練生命嘅內情同外情啦。我喺1月嘅時候講，所以嚟緊咧跟住喺今年啦我都喺聖餐主日咧，我講到就會同大家再去選讀一啲嘅詩篇。揀詩篇嘅原因係因為咧詩篇喺聖經裏邊嘅特色，一方面詩篇咧，好多時候係反映住詩人同上帝嘅交往同埋對話。另外咧，詩篇咧都係神子民集體敬拜同埋回應，所以我哋好多時候一齊唱其實都係詩篇當時喺以色列群體裏邊，佢哋都會咁用。上次我提到我哋要操練禱告嘅生命，詩篇咧就係人對上帝嘅説話。冇錯，佢係詩歌嚟嘅，所以會有時話用咩樂調音樂嚟到去彈咁啊。但係詩篇都係禱告係聖經裏邊嘅祈禱書嚟嘅所以甚至潘霍華佢因為要用基督為中心嚟去解救嘅，所以話可能詩篇咧係耶穌嘅祈禱書嚟添。詩篇嘅豐富能夠反映我哋人生命裏邊種種嘅際遇。表達住生命一啲浮沉嘅起跌，會有情感嘅，會嬲嘅，會沮喪嘅，會哀傷嘅，會喜樂嘅咁。所以如果我能夠熟悉詩篇咧，係幫助我哋點樣嚟到去祈禱。原來我哋對上帝嘅回應係可以咁豐富嘅，原來同主嘅關係係可以咁深廣嘅。今日咧同大家想睇詩篇22篇咧，係對大家嚟講，頭先讀過啦，所以你好熟嘅起碼至少識第一句，我嘅神，我嘅神，為什麼離棄我？咁因為新約出現係嘛？邊個講㗎？耶穌講嘅，好清楚。耶穌喺十字架裏邊，其中7句説話有一句我嘅神，我嘅神，為什麼離棄我？另外一句咧，頭先都讀過嘅。分我嘅外衣，為我嘅內衣拈鬮就抽籤係嘛？因為咧約翰福音淨咁樣解所以好細唔緊要。約翰話嗰班士兵咁樣對耶穌，就係應驗呢句詩嘅內容啦。咁當我諗到同大家分享呢一首詩篇22篇，係都想到我哋開始進入預苦期，正正係耶穌喺十字架上受難佢用呢一首詩歌。你知道佢係背詩篇係咪？佢用嗰個即係當時嘅希伯來文唔係口語係直情用希伯來文，所以有啲人聽錯咗，以為佢叫以利亞咁係咪？耶穌去背呢篇嘅詩篇，就唔係淨係講第一句，係佢和應住佢喺十字架上受苦嘅寫照。所以今日好想詳細啲同大家嚟到去睇，不過成篇詩其實好長嘅，頭先讀咗一啲嘅啫，都讀唔晒，所以有31節，咁就我喺呢度就唔能夠好仔細逐句逐句嚟去解，留翻俾大家你試下喺自己去再睇多啲啦，或者喺團契小組查經你去研究下。係詩咧，就我想我再同為大家嚟到去讀，咁我會有 PowerPoint 啦，你繼續睇啦。咪試下用心去聽就好似聽詩歌咁佢真係詩歌嚟嘅。你試下聽下，留意詩人當佢要作呢首詩歌，佢諗緊啲乜嘢，佢想表達啲乜嘢留意佢嘅內容，留意佢嘅情感。咁我用咧就係和合本修訂版，同埋咧中間有啲咧係我自己加咗啲嘅跟原文有啲嘅寫法，咁我改咗少少，係嘛？我哋係啦，你試下聽如果你覺得唔睇都得㗎，我會讀呢首詩咧，係大衛嘅詩。佢話交俾聖詠團長，曲調用黎明嘅小綠。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的呻吟。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也不得安寧。但你是神聖的，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就解救他們。他們哀求你，就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他把自己交託給耶和華，讓耶和華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愛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裏，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交在你手裏，自我出母腹，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災難臨頭，無人幫助。許多公牛環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圍困我。他們向我張口，好像獵食哮叫的獅子。我如水被倒出，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的心如蠟，在我裏邊融化。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緊貼上顎，你將我安置在死灰中。犬類圍着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我數遍我的骨頭，他們瞪着眼看我。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內衣抽籤。但你，耶和華，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求你救我的性命脫離刀劍，使我僅有的脫離犬類。求你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使我脫離野牛的角。你已經應允我，我要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在會眾中我要讚美你。敬畏耶和華的人啊，要讚美他；雅各的後裔啊，要榮耀他；以色列的後裔啊，要懼怕他，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轉念不顧他們。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時候，他就垂聽。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遠活着。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為國度屬於耶和華，他是管理列國的。地上富足的人都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必有後裔侍奉他，主所做的事必傳給後代。他們必來傳他的公義給尚未出生的子民，這是他的作為。我試下先解釋呢篇詩嘅脈絡。如果從內容同埋結構上面呢，詩篇22篇可以分為3個嘅段落。第1節到11節、12到21節、22到31節。每一段呢，佢都有自己重複嘅字句啊，甚至有首尾呼應添。先講佢每一段有首尾呼應。第一段係好明顯嘅，我嘅神，我嘅神。然後去到呢段尾，你係我嘅神。仲有一個呢，係遠離。之前話點解遠離唔夠我？去到後邊，求你唔好遠離我。第二段嘅首尾呢，就好多動物啊。頭先你聽係嘛？佢一個線形嘅結構，話公牛環繞我，最後使我脫離野牛嘅角。好似獵食哮叫嘅獅子啦，救我脫離獅子嘅口。啲犬類圍住我，救我脫離呢啲犬類啊。第3段呢，首尾係傳給，我要將你嘅名傳俾我嘅弟兄。然後最後主所做嘅事要傳俾後代。仲有一個都係頭尾出現，後裔，雅各嘅後裔、以色列嘅後裔，後裔都要侍奉佢。除咗首尾呼應，讓我哋能夠知道啊，佢係一段嚟嘅之外咧，每一段都有其他重複嘅字眼嘅。第一段咧好細啦，所以唔緊要，你睇聖經啦。係個救字，你發現好多個救字。同埋咧，頭先我哋讀嘅時候，唔知你留唔留心，有幾個但字嘅。
第二段咧就都圍住我、困住我、環繞住我。仲有骨頭啦，係嘛？上面又講你骨頭甩晒啦，後邊就連啲骨頭都數到啦咁。最尾連續4次要脫離咁。第三段咧就係讚美敬拜，要喺敬畏耶和華嘅人喺主嘅面前。呢啲透過詩歌重複嘅字眼咧，我哋比較有信心。其實佢係咁樣分開3個嘅段落，每一段詩人都想去表達佢所提出嘅重點。內容上邊，頭先我哋一齊讀過啦。你會留意到咧，第1同第2段咧，雖然分開咗2段，不過同樣都係詩人對上帝嘅哀求嚟嘅。2段嘅結尾都一齊和應住㗎。求你唔好遠離我，不過我無人幫助。求你唔好遠離我，快嚟幫助我。整首詩嘅轉捩點喺邊度啊？就喺21節最尾嗰句，你已經應允我。我唔知你熟唔熟和合本嘅翻譯。原文你已經應允我咧，你打開和合本本來嘅寫法咧，就唔係擺最後嘅。係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嘅角。不過新譯本咧就將佢照住原文嘅次序翻譯，呢個字擺最後嘅。佢成為咗下邊呢段嘅轉折，因為第3段好明顯就係讚美嘅説話啦。頭先好多嘅讚美，好多嘅敬拜，要敬畏耶和華係咪？當我今年開始，我同大家講生命嘅內情同外情。如果你記得內情嘅方向係咩？接觸自己、接觸上帝、接觸屬靈群體。當我預備嘅時候講，呢首詩歌好似都和應住呢一個嘅展現。我哋進入每一段嘅內容嚟去睇係嘛？我哋睇第1段，第1到第11節。頭先我哋提到啦，首尾嘅呼應係我嘅神同埋遠離。有冇落咗嚟？係啦 ，OK。呢度突顯住詩人喺呢一段好着緊嘅係乜嘢？一開始就話呢位神係邊個嘅神啊？係我嘅神啊！詩人一開始表達對呢位我嘅神一個好個人嘅神，好親切嘅神，一份渴望。不過佢嘅表達係用反面嘅一種哀訴嚟到表達啫。你要諗下，如果你同一個人咧冇乜親密嘅關係咧，你就唔會問你做咩離開我㗎嘛？做咩唔喺度㗎嘛？宜得你唔好煩我啦，咁係咪？所以當詩人呼求我嘅神，點解你離開我？點解你遠離我啊？表達詩人一份好深切，佢就好想主同佢一齊咯，好想呢位神成日喺度咯。因為有期望就帶嚟失望。點解呢個咁親密嘅神竟然好似失咗蹤嘅？唔係一時三刻喎，一段好長嘅日子嘅。第2節話係嘛？白日又唔理我，夜晚又唔理我，叫極都唔理我，聽下我都好啊，咁應下我啊。好似個小朋友咧喺黑咪掹裏邊咧，即係睇唔到父母，聽唔到佢回應，嗌極爸爸媽媽都唔理佢，唔見咗點算啊？咁詩人嘅處境唔單止上帝唔理佢，唔單止上帝好似遠離佢，仲有嘅係詩人落喺一個好艱難嘅光景，佢需要神嘅拯救，所以先至重複好多次個救字。點解唔救我啊？你會救我嘅祖宗，不過你唔救我嘅。第8節詩人話俾人取笑啊，連上帝都唔救你啦咁。詩人嘅痛苦係第6節嗰度話，我被藐視，冇人幫我哋，冇人喺度幫我，喺度取笑我，喺度袖手旁觀。而家好似連上帝都咁樣對佢啊，好孤單無助，好哀傷，甚至帶住一啲憤怒。點解啊？因為受委屈啦，被羞辱啦。呢一段我頭先提出現咗3次嘅但字咧，反映住詩人裏邊嗰啲嘅疑問同埋掙扎。
其實呢度稍為就會將呢一大段咧分咗做4個小段㗎嘛。第一節、第二節，詩人係直接咁呼求，然後去第3節，但你係神聖嘅，係配受讚美嘅。上帝，你係偉大嘅，歷史嘅經驗，我人生嘅經驗話俾詩人聽，當神嘅子民倚靠佢就會被解救嘅，發生過㗎，係咪？出埃及啊，過紅海啊，上帝信實㗎，所以佢哋倚靠上帝。第5節話咁就唔會羞愧喎。不過第6節就話但，反映住佢呢一份信心嘅矛盾。咁點解我唔被解救嘅？因為我只係條蟲咯，根本就唔俾人睇起，我被藐視、被嗤笑。詩人喺呢個過程落喺一種自我嘅否定裏邊。你梗係唔救我啦，因為我都唔係。係咪你唔愛我啦？係咪我根本唔係你所喜愛嘅？佢裏邊好多嘅反應。去到第9節，但詩人又再一次重整佢嘅眼光，係咪？不過上帝，你做我嘅噃，我係喺母親嘅養育裏邊，你使我認識你，係咪？使我能夠依靠你，有啲嗰份心，從母腹裏邊就交喺你手裏邊。又再一次強調，我嘅人生一開始，你咪就係我嘅神咯。咁喺度可以引申多個觀察嘅。第10節。嗰度個理字，你話我加落去就係嗰個強調。你知道原文裏邊咧可以唔使有個理字嘅嚇，個動詞本身已喺度，佢係刻意擺多個字喺度，強調嘅係你啊，你係我嘅神嚟㗎。同樣其實出現喺第3節同第9節，你係神聖嘅，你叫我出母腹㗎。所以詩人一路當佢喺度祈禱，好反覆，好糾纏。詩人一路強調，上帝啊，你係有大能嘅，你掌權嘅。當佢喺極大嘅患難裏邊，呢啲反覆嘅思想掙扎裏邊，詩人要再一次肯定，我對上帝嘅認識冇動搖過。其實我冇懷疑過上帝嘅權柄，你一直係我嘅神，係你帶我嘅，係你做我嘅。呢段對我哋有咩提示呢？詩人向主嘅祈禱就係向神坦白，唔使整色整水嘅，唔使就係要諗啲咩同佢講嘅，因為一切心思嘅意念其實佢都知嘅，就同佢講啦。詩人帶住一份哀痛、辛苦、抱怨、渴望，甚至呢啲思想意念上喐來喐去，又覺得係，又覺得唔係。你救我又唔救我，點解你唔救我？我都係不被愛噶啦咁。佢連呢啲都將佢帶到主嘅面前。喺 Eugene Peterson 教祈禱嘅講詩篇嘅時候，佢話祈禱咧係人嘅第一種語言。佢有3種語言嘅。第一種語言就係個人同人與人之間一種親密嘅關係，就好似佢嘅描述就係一個 BB 對住父母，其實佢嘅語言係咩啊？嘢嘅就喊啊！不過咧，佢表達到嘢㗎，父母係聽到嘅，係知嘅，最埋身嘅係關係嚟嘅。佢第2種語言就係資訊，即係話咧要講啲嘢出嚟嚇，話俾嘢係聽咁。第3種語言咧係推動，即係叫你做啲咩，或者令到件事成就嚇。所以佢話嚟到上帝嘅面前，最重要係第1種語言，係我同你嘅語言，係一份關心、一份愛嘅語言。詩人展現緊佢同主一份好親密、好坦誠、好直接嘅關係。所以有啲時候，當弟兄姊妹話：我唔識祈禱喎，咁可能其實係以為祈禱只係要向上帝演説，可以唔知點同上帝鋪排係嘛講。祈禱係咩啊？祈禱係閒話家常。祈禱就係目的，只係想同佢講嘢咯，同佢有親密嘅關係。所以唔明就問佢咯，有掙扎就講俾佢聽咯。裏邊亂晒龍都唔緊要，連呢啲都話埋俾佢聽啊！當然，我唔係要否定咧，好有心思咁去預備一篇禱文，恭恭敬敬同主祈禱，
詩篇都係咁寫出嚟噶嘛，佢唔會亂咁作嘅，佢寫得好清嚇，要用多心思嘅。或者崇拜主席當帶我哋一齊祈禱，係嘛？讓我哋能夠共同獻上。咁所以講説話嚇寫得清楚啲，唔好咦誒咁，幫助我哋一齊誠心實意講阿門係好嘅。不過祈禱嘅真義，特別係當你自己同主嘅祈禱，重要嘅就唔係講一大堆上帝已經知嘅資訊，甚至唔係要諗下點有技巧咁說服上帝嚇，以至佢識幫我咁。祈禱係嚟到呢位阿爸父，一位完全認識我哋嘅天父面前，就將心底話俾佢聽。而我哋裏邊嗰啲內在嗰啲糾纏不清嘅思想，都同佢講，就好似詩人第一節嘅呻吟呢，其實係同人間我哋睇第13節獅子個哮叫係同一個字根嘅。所以詩人甚至可以話：你做咩唔聽我啲咆哮啊？詩人可以真誠向上帝哮叫啊！唔理我，點解唔理我咁啊？祈禱係讓我哋更接觸上帝，更親近佢。無論我哋喺邊種光景，甚至喺一個極大嘅困難裏邊，原來仍然可以真誠向上帝祈禱呼求。無論好似嗰下感唔感受到神嘅同在，詩人係點啊？繼續祈禱，定意祈禱，向主祈禱。第二段係第12到21節。呢一段呢，可以話詩人形容自己嗰份內外交困嘅狀況，外在嘅處境係乜嘢呢？詩人就係形容佢被困住咯，同埋佢用好多環繞啊、四面圍困啊、圍住我啊、環繞我啊，係嘛？用嗰啲唔同即係強度嘅動物嚟到去形容呢啲敵人啊。最勁嗰個係咩？係獅子咁啊！肚餓就要獵食啦，甚至向佢張口係嘛？冇咁勁嘅係啲牛啊，公牛蘇勁嘅，巴山出名嗰啲好強大嘅公牛。低一級啲咧，啲牛、啲狗啊，惡狗咁樣都要為我咁。再次一等，其實佢有提嘅係嗰啲惡黨，例如人嘅係最低啲嘅啦，黑社會咁。被圍困咪代表住死路一條咯，圍住即係你冇得自己救自己啊！而且唔係被圍觀嘲笑喎，係被攻擊喎，係嘛？呢度話手腳都被傷害。除咗外邊嘅恐嚇同埋攻擊，詩人咧好仔細描述佢身體嘅損害。你發現呢啲描述好原始嘅。第14節佢話好似水倒出嚟，意思係咩？我成個人散晒啦，水就係冇形態嘅，我成個人倒咗出嚟咁啊。然後佢話骨頭都脫了節啊，即係散埋啦嚇。14節話佢嘅心好似蠟咁溶咧，響詩篇喺希伯來文化裏邊代表住咧冇晒勇氣，即係點啊？我謝晒啦，冇晒力啦。第15節話嗰啲精力好似瓦片枯乾粉碎，嗰個舌頭緊貼上顎。咁呢個係一個嚴重缺水嘅情況。甚至詩人話上帝將佢放喺死灰裏邊，死灰意思就係放我喺墳墓啦。第17節係一個就嚟死嘅狀態，因為身體瘦弱同缺水，以致詩人話我連自己嘅骨頭都數到。然後周圍嘅人都當詩人就係死嘅，所以咧可以瞪眼睇佢，唔係同情佢啊嘛，係睇住佢斷氣啊。然後急不及待就瓜分佢啲內衣同外衣啊！嗰啲係咩？嗰啲咪佢嘅遺物咯，即係死啦，所以就可以攞啦咁。你見詩人好仔細去形容佢而家當下嘅光景，向主嘅祈禱，佢冇美化呢啲痛苦，佢承認痛到不得了啊！呢啲佢都一一話俾上帝聽，話俾呢位佢嘅神嚟到知道。
如果話第一段詩人係極力佢要連於上帝，佢要將一切心思意念都向主陳明呢，呢一段詩人就喺度碰觸緊自己嘅身心。佢承認自己嗰啲痛苦嘅真相，佢唔去隱瞞，唔去欺騙自己。唔痛，冇事，唔係啊，好痛啊，好傷啊，好激氣啊，好沮喪啊，好消沉，我就嚟死啦。然後第19到21節，詩人係再次向神發出呢個救命嘅呼聲，係咪？如果你試比較第11節上一段呢，其實同樣都係呼求上帝唔好遠離我嘅。不過第11節詩人講嘅係事實，冇人幫助我。但係去到呢度呢，詩人話快嚟幫助我啊！唔止係加長版嘅祈求嚟㗎嘛，將一連串求主救我。脫離嗰啲威脅，脫離刀劍，脫離犬類，脫離獅子，脫離野牛。第19節都有好似我哋第一段強調嘅你字，仲加埋個但字添。所以話，但係你啊，要話求你唔好遠離我。詩人喺佢生命裏邊，佢不斷連於上帝，佢都連於自己。祈禱就係好真誠咁認識自己嘅渴求，自己嘅光景，我真正面對嘅痛苦係乜嘢？然後呢，喺主面前坦誠去表達呢啲需要啊，向主呼求啊。祈禱嘅豐富就係咁啊！我上一次同大家講意識省察嘅祈禱就係我哋整個每一日我哋所遭遇嘅嗰啲就係祈禱嘅內容啦。就好似詩人，我個禍患。我死到落到地，我俾人睇唔起，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可以向主嘅禱告。詩人好能夠仔細知道自己發生緊啲咩事。咁我哋呢，你唔了解自己真實嘅境況嘅，係啲乜嘢令到自己辛苦嘅？你而家辛苦到點㗎？好似詩人所講係嘛？今日有冇咩困住我哋嘅，圍住我哋？係咪病患？係咪失業？係咪俾人針對？係咪我啲情緒我冇辦法掌控自己？或者喺人際甚至親密關係裏邊，好似冇出路？我自己困住緊自己，我喺度自怨自艾，點解一定係我？等等。對自己真，都對上帝真。咁樣嘅祈禱呢，係會讓我哋同主嘅關係更加親密嘅。而當你越與主親密，其實係會越容易，亦都越願意向佢傾心吐意。我哋能夠留心自己嘅狀況，喺祈禱裏邊，就越可以將大大小小嘅需要同感動都帶到主前咯。只有佢先至係我嘅拯救。其實呢個就係謙卑，係承認我生活嘅一切其實都只係在乎佢嘅，都係屬於佢嘅。當我見到世界嗰啲唔公平，我憤怒；當我面對人間好多悲劇，我感到哀傷。我為緊自己生活好多掛心，祈禱啦，承認佢係主啊，係佢拯救㗎，係佢會幫助㗎。咁我哋又唔需要擔心我係咪對自己認識咁準確咧？我咪真係咁嘅咧？會唔會講錯嘅咧？我咪真係需要嘅咧？會唔會祈求錯咗㗎？咁就唔使擔心啊！保羅話㗎嘛，我哋都唔知點祈禱㗎啦。不過聖靈幫我哋咯。聖靈會親自為我哋祈禱咯。只要帶住真誠，連於自己，連於上帝，呢份祈禱嘅生命係會一路造就建立我哋同主更深、更親切嘅關係。第21節嘅最後一句，頭先我講啦，你已經應允我，係整篇22篇一個轉捩點。亦都係和應住詩人開頭佢嘅呼喊，佢話日頭又唔理，夜晚又唔理，話你唔應允，而家咧
你已經應允我。喺上半首詩歌，詩人覺得上帝好似好沉默，不過而家佢經驗到上帝唔再沉默，有回應啊。不過詩人喺呢度就冇講究竟呢個應允係點樣發生，又冇講佢係咪已經得到拯救。雖然通常喺詩篇裏邊，應允同拯救都係好多時有關係嘅，不過就算單單經驗到主聽到啦，主有回應啦，你發現成首詩去到後邊，詩人好似脫胎換骨咁㗎嘛，整個人唔再死氣沉沉，恢復翻一份生氣。呢個轉變帶嚟第三個段落咧，係整個嘅語氣同氛圍完全唔同嘅。經歷苦難冇損耗詩人對上帝嘅認知。呢首詩開頭，詩人話你係神聖嘅，係用以色列嘅讚美為寶座。當呢個時候，詩人再一次經驗到主嘅同在，主回應佢啦。咁佢嘅心思唔係就先放喺自己有幾好，哎呀，終於病得醫治啦，終於危險過去啦，終於可以享受下。唔係啊，詩人嘅心思放喺嘅係對上帝嘅讚美同埋見證。佢話我要將你嘅名傳與我嘅弟兄，我要喺會中讚美你。呢段其實都係分兩個小段㗎，你見嗰個寫法都係22到24節係一段，27到31節係另一段。22到26節係詩人一份個人嘅感恩同讚美。頭先提啦，好多嘅讚美係嘛？不過呢個讚美對住咩人講啊？對住屬靈嘅群體而講。所以佢兩次話我要喺大會中，喺會眾裏邊嚟到讚美你。兩次去講響敬畏耶和華嘅人面前，甚至去到第23節去呼籲係雅各嘅後裔嘛，以色列嘅後裔。即係當詩人面對患難，上帝聽佢講，然後佢話沙孫啊，一齊讚美主啊，我哋一齊榮耀神啊。佢向住佢嘅弟兄姊妹，向住神嘅百姓子民宣告，發出呢一份嘅感恩。詩人所經歷嘅係上帝好真實嘅同在，雖然喺佢患難裏邊，曾經好似上帝缺席，叫極都唔應。不當佢聽到主回應佢啊，佢成個人就恢復過嚟，然後可以向群體去作見證。見證住乜嘢啊？上帝冇走到咯，上帝冇藐視，冇轉念唔顧嗰啲受苦嘅人。當受苦嘅人呼求，佢一定會聽啊！我唔知你可唔可以體會詩人同上帝一份好深厚嘅關係，好似個仔同爸爸其實好好關係嘅，好親密嘅。不過就唔知點解最需要父親嘅時候，叫極都唔應，唔喺度。不過當佢見到父親出現，佢成個人喺度歡呼啊！然後點啊？周圍向人講：你睇下睇下，我都話我爸唔會唔理我噶啦。佢信得過㗎，佢值得我讚佢啊！呢個係詩人同佢嗰位上帝好深嘅關係。然後詩人又向屬靈嘅群體呼喚，大家要讚美上帝。去到第27到31節，佢擴展到係要更多嘅人都參與上帝嘅敬拜。所以一段嘅出現就唔再係詩人自己啊，甚至唔止係以色列國添啊。係點啊？係地嘅四極啊！係要列國萬族嘅，係要所有人啊！無論你富足嘅，或者你唔能夠自救嘅，甚至唔止呢一代啊，係要一代又一代啊！所以要有後裔侍奉佢啊嘛！主所做嘅事要傳俾後代，甚至佢嘅公義要傳俾嗰啲尚未出生嘅子民。第27到29節重複出現嘅係所有人都要喺主面前下拜。神同在嘅最終目的係佢得着榮耀。所以你一路聽呢首詩，你發現佢嗰個意境越嚟越大嘅，由我到群體，由我嘅弟兄到整個嘅會眾，由以色列人去到地嘅四極，由列國萬族要去到後代，甚至嗰啲尚未出生嘅子民添。詩人經歷患難，
佢轉化嘅讚美，你睇見嗰份佢心靈裏邊嗰種寬廣。由我做堂主任開始咧，我喺我嘅 office 個台頭就放咗呢句説話，係咧西敏斯德嘅一個要理問答。第一條係咁講嘅，佢話人生嘅首要目的係乜嘢？答咧係榮耀神，永遠以佢為樂。呢個係英國長老會佢俾弟兄姊妹啲信仰問答啊，就係好似教初信班咁。我哋嘅生命係點啊？所以第一條就問我哋人生嘅目的係乜嘢？係榮耀神，永遠以佢為樂。苦難喺我哋在世免不了㗎，我哋總會經驗，不過唔係終局，而患難最後嘅出路係敬拜同讚美上帝。不過起點呢，就係我哋同主真實嘅關係。呢位真係我嘅神，係真嘅上帝，係有權能嘅上帝，唔係嗰個自製嘅偶像。而家薪火永存嘅英文版係 Find us faithful。佢喺度問乜嘢嘅生命係可以一代一代傳遞作主嘅見證？就係嗰啲唔被困境同苦難打倒嘅信心，係信靠上帝，唔會去藐視唔看顧受苦嘅人。係能夠相信上帝喺全地掌權，係要所有人都要歸順去敬拜佢，信得過一切國度都屬於神㗎。呢個係咪我哋嘅神？呢個係咪我哋向佢能夠祈禱嘅關係？詩人由哀歌變為讚美，就係因為佢確信同經歷上帝同在。上帝好似沉默嗎？咪呼求佢咯，等候佢，相信佢一定會回應。呢個今日都成為我哋嘅激勵。係啊，人生際遇有時可以去到痛到入心入肺㗎，會死晒咁㗎。不過忠心信靠信服到底咧，就必然能夠高歌讚美。我哋個人經歷主同在嘅感恩，係能夠去成為整個屬靈群體對上帝嘅尊崇同埋敬拜。我哋每一個對主呢份嘅關係，係會造就緊整個群體嘅。2月初咧，我就參與咗一位世伯嘅安息禮，我問準佢嘅女可以分享。呢個安息禮咧，我去點解咁感動？因為好多時候我去安息禮都係比較多係對嗰個細細嘅弟兄姊妹嗰份懷緬。安息禮對家人嘅安慰。但係我喺其實係偉忠世伯傅華嘅爸爸傅世伯嘅安息禮咧，我參與嘅時候，我好感動，我好似參與緊一場感恩讚美嘅崇拜。傅世伯好多年患有柏金遜症，佢太太因為已經失去咗視力，所以你可以想像屋企唔係好容易。女兒就要好多照顧啦。不過世伯都好盡力咧去照顧太太同埋自己。不過最後幾年因為跌倒，佢唔再可以行到，要住護老院啦，因為好難照顧。然後我睇嗰段片，世伯仍然咧好堅持做運動鍛鍊，繼續鍛鍊佢嘅肌肉。由女兒分享每一次當去探爸爸，爸爸都會去多謝佢去探嘅。多謝你嘅照顧，常懷嘅一份感謝嘅心。安息禮裏邊，從法團契獻唱咗一首詩歌，感謝耶穌，係世伯喺老人院好多時候都會唱嘅歌，好簡單嘅咋。感謝感謝耶穌，讚美讚美耶穌，敬拜敬拜耶穌，喺我嘅心裏邊。身體可以一日一日嘅扭壞，不過感謝主嘅心係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多。患難係痛苦㗎，
係身心靈都乏力嘅。不過等候上帝嘅一定唔會羞愧。我哋每一個有一日都會歸回，但係感謝、讚美、敬拜上帝嘅見證咧，係會一代一代咁傳落去。我哋都喺度等待復活，所以上帝唔係離棄嘅，佢係應允。耶穌喺十字架上，佢去讀詩篇22篇，我相信就一定唔係只係停喺第一句嘅，佢和應住嘅係成篇詩歌嘅精彩。係啊，痛到不堪啊，不過上帝一定應允，所以佢先可以講成了。主耶穌嘅復活，咪就係顯明上帝嘅權柄同埋榮耀。今日我哋跟主腳蹤，其實都係參與一場靈性嘅旅程，由哀號到求告，到應允，到傳揚，到可以普世都要敬拜上帝。呢個係耶穌嘅路，呢個今日都係我哋願唔願意一齊走上嘅路咧。我哋一齊祈禱。主，多謝你，多謝你讓呢位嘅詩人，佢經驗一份同你無比親密嘅關係。係啊，我哋人生在世，耶穌你都講，我哋總有苦難，不過你要將平安賜俾我哋。你自己走過嘅路，都係呢條喺患難當中去經歷上帝嘅同在。化為嘅係全地都要敬拜讚美你，唯願我哋嘅心都可以咁樣和應，面對我哋生活人生裏邊好多嘅挑戰困難，甚至去到一啲睇嚟絕望無能為力嘅時候，俾我哋記得你一路喺度，你會應允。你會俾我哋力量，以致我哋能夠讚美你。願主祝福我哋每一個。我哋咁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我哋預備我哋心嚟到去領聖餐。